願主與你哋同在。恭讀聖路加福音，主榮光歸於你。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，民眾站着觀望，首領們嗤笑耶穌說：別人他救了，如果這人是天主的受傅者、被選者，就救他自己吧。兵士也戲弄耶穌，前後把醋給他說：如果你是猶太人的君王，就救你自己吧。在他頭上還有一塊用希臘文、拉丁文及希伯來文寫的罪狀牌，這是猶太人的君王。懸掛着的凶犯中有一個侮辱耶穌說：你不是默西亞嗎？救你自己和我們吧。另一個凶犯應聲斥責他說：你既然受着同樣的刑罰，連天主你都不怕嗎？這刑罰對我們是理所當然的，因為我們所受的是罪有應得。但是這個人從未做過什麼不正當的事。隨後說：耶穌，當你為王時，請你紀念我。耶穌給他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裏。基督嘅福音。教會普世教會今日慶祝基督君王節。講到君王呢，我哋知道世界上喺歷史上呢曾經出現過好多君王嘅，中外都係啊。我舉一個例子，曾經歐洲呢有一個好打得嘅人叫亞歷山大。咁因為佢打得呢，佢由希臘開始一路打啊，統治咗歐洲，跟住打向東打，係咪啊？佢控制嘅地方咧係大到不得了，所以咧建立一個龐大嘅帝國。歷史上咧見佢咁打得，稱佢為呢一個亞歷山大帝嚇。之所以稱為大帝咧，唔係因為佢善良，其實佢係充滿侵略性嘅。佢滅咗人哋嘅國家，發起戰爭，生靈塗炭，稱佢係大帝，因為佢打得啫。呢個係歐洲人嗰種英雄主義嘅心態。實際上咧，佢造成嘅傷害極之大嘅。另一個君王睇睇啊，羅馬有個君王叫尼祿。尼祿呢個君王咧，佢好唔中意基督徒嘅。佢為咗教和基督徒，亦都為咗自己嘅玩樂咧，佢竟然放火燒羅馬城。所以咧有個出名嘅歷史上嘅尼祿君王咧焚城記，就係為咗教和基督徒，令到生靈塗炭。我哋翻嚟中國，中國有冇君王咧？幾千年都有啊，係咪啊？由夏商周開始就有君王啦。我哋曾經咧2000幾年前，我哋出過一個君王。佢統治咗整個中國，當時中國係戰國時代，7國咁亂，佢打低晒其他國家，佢就係秦朝嘅國王。咁佢打低咗其他國家，就係統治咗整個中國，所以歷史叫佢秦始皇。因為佢呢個王咧就唔係三國王個王啦，佢由三國王個王咧變成一個皇帝嗰個王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三國嗰個王咧，只係一個國家，一個諸侯國嘅王嚟嘅啫，但係皇帝嘅王咧係整個中國嘅王嚟嘅，高級好多嘅，係帝國嘅王嚟嘅。咁啊，統一中國之後做緊咩嘢咧？大興土木啦，睇唔睇到啊？築長城啦，築宮殿啦，諸如此類，大興土木。佢做嘅基建咧，佢完全唔考慮人民嗰個承受能力，用一種咧非常之粗暴嘅方式，違反經濟嘅規律，大興土木，引致到咧短短個帝國喺10零20年裏邊咧，天下大亂。佢所建立嘅大統一嘅帝國咧，只係幾十年咧就崩潰咗啦。
跟住漢武帝統一天下啦。好啦，我哋知道咧，去到呢一個魏晉南北朝嘅末年，有一個人咧佢統一咗天下，建立咗個朝代叫做隋朝，隋文帝。好啦，佢統一咗天下之後咧，佢本身係個好皇帝嚟嘅，但係佢將個皇位咧傳咗俾咧佢嘅仔，因為種種原因咧，原本佢想傳俾佢大仔嘅，就變咗傳俾佢二仔嚇。隋煬帝咧做咗中國皇帝，做翻同樣嘅嘢，大興土木，完全違反國家嘅經濟規律，濫用民力，開運河啦，起嗰啲宮殿啦、南巡啦，係咪度啊？耗費大量嘅不必要耗費大量嘅人力物力啦，人民非常之痛苦。短短幾十年裏邊咧，呢個隋朝就亡咗啦。我哋睇翻呢啲咁嘅君王嘅歷史，呢啲咁嘅地上君王，佢哋有一個同樣嘅特色，就係乜嘢啊？有權力，至高無上嘅權力。但係佢哋有冇適當運用權力咧？我哋睇唔到。佢哋濫用佢嘅權力，讓人民受苦、生靈塗炭。一係就充滿侵略性，侵略人哋；一係就係奴役自己嘅人民，滿足自己嗰種千古一帝嘅帝王夢。點解要起基建啊？因為要威咯，好簡單道理啫嘛，係咪啊？留翻啲功績喺度啊嘛。起基建係最容易睇到功績噶啦嘛，因為睇得到噶嘛。我哋睇翻我哋中國歷史上另一個賢君，我哋知道咧呢一個隋朝亡咗之後咧，李淵同佢嘅仔李世民咧，跟住咧就征服天下，統一天下，建立咗唐朝。好啦，李世民登基咗之後咧，係一個好皇帝，歷史上少有嘅明君嚟嘅。喺佢統治之下咧，我有貞觀之治，人民咧安居樂業。的確，呢一個係我哋歷史上咧少有嘅好皇帝。但係咧，呢個局面咧維持咗唔係好耐啫。當呢個皇位一路傳到唐玄宗嗰陣時，佢咧嘅唐嘅帝國力量達到高峰，佢唔再勤奮咁樣做皇帝啦。於是咧寵愛楊貴妃啦，任用妃人啦，引起咗安史之亂，整個帝國咧陷入內戰裏邊，生靈塗炭。呢一個咁嘅內戰咧打咗好多年，死咗無數嘅人民。但係呢個只係距離唐開國100零年啫。我哋睇翻呢啲君王嘅例子，無一都係濫用，唔係濫用嘅權力。英國人有一句説話咧，我認為咧真係入木三分嘅。佢話權力使人腐化，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。呢一句説話咧，呢幾句説話咧，喺無論喺外國、喺歐洲、喺中國歷史上咧，完全實現到呢句説話。就係呢啲咁嘅君王咧，佢哋得到絕對權力之後咧，濫用權力，絕對腐化。咁如果你睇下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所做嘅嘢，你就知啦，係咪啊？推出一啲唔合理嘅政策，傷害人哋嘅經濟，亦都傷害自己美國嘅經濟。嗱，既然地上嘅君王如此不堪，我哋今日慶祝呢一位君王咧，佢唔係地上嘅君王嚟嘅，因為咧佢原本就係天地宇宙嘅君王，但係佢放棄咗自己宇宙君王嘅尊榮，降生成為人類，成為一個人。佢喺邊度出世啊？喺白冷一個馬槽出世，連個正式嘅出世嘅地方都冇，喺嗰個養馬嘅地方出世啫。佢喺納匝肋一個窮鄉僻壤成長，呢一個猶太人都睇唔起嘅地方。佢爸爸係木匠，佢自己都係木匠，冇人睇得起佢。當佢出嚟宣講天國嗰陣時，無論係大司祭、司祭、法利賽人、經師，全部睇唔起佢，覺得呢個人咧喺度咧講大話，覺得呢一個人咧喺度搞震。
所有猶太人嘅領袖咧都反對佢。但係啲人民咧，嗰啲好謙卑嘅人民咧，聽到佢講嘅嘢咧，感受到佢講嘢嘅權威，同埋佢睇到佢所做嘅嘢咧，係證實到佢所講嘅嘢嘅。佢唔係淨係靠把口講，佢講天國嚟臨，但係佢真係通過佢行動咧，讓我哋睇到天國真係嚟臨。點樣啊？佢治病、驅魔、行奇蹟。我哋知道咧，無論治病、驅魔、行奇蹟咧，都係天國嚟臨嘅一啲標記嚟嘅。咩意思咧？因為天國係抽象噶嘛，睇唔到噶嘛。咁我點樣睇到啊？呢啲咪標記嚟嘅咯。當一個人有病嗰陣時咧，佢受到疾病所捆綁。其實人係唔應該有病㗎。我哋健康先係正常噶嘛，有病係反常噶嘛。所以有病咧唔係一個正常狀態，但係我哋實際係有病嘅。所以當我哋有病嗰陣時咧，我哋俾呢個疾病捆綁咗，失去咗自由啦。我哋本來唔應該受到魔鬼所捆綁嘅，魔鬼係冇權冇資格捆綁我哋嘅。但係因為我哋迷信，我哋拜偶像，我哋玩迷信，所以魔鬼咪有乘虛而入咯，捆綁我哋咯。所以無論治病驅魔，都係將人由疾病嘅捆綁、由魔鬼嘅捆綁裏面釋放出嚟。當人受到不必要嘅捆綁嗰陣時咧，佢失去咗自由。但當主耶穌行奇蹟，佢治好我哋嘅病，佢驅逐我哋身上嘅魔鬼咧，佢就將我哋由疾病、魔鬼嘅捆綁裏面釋放出嚟，表示乜嘢啊？我哋重新得到自由，係乜嘢自由啊？天主兒女嘅自由。因為天主兒女咧係唔應該受到呢一啲不必要嘅疾病、邪魔嘅捆綁嘅，因為天主兒女係得到自由嘅。所以主耶穌行奇蹟就表示乜嘢啊？天國已經嚟到我哋中間啦，因為咧我哋由疾病嘅捆綁釋放出嚟，得到天主兒女嘅自由，我哋就活喺天國啦。我哋由邪魔嘅捆綁被釋放出嚟，得到天主兒女嘅自由，所以咧我哋就活喺天國當中。所以主耶穌以佢嘅大能，佢行奇蹟，治療咗無數咁多人，將人由種種嘅捆綁裏面釋放出嚟。但最大嘅釋放咧，都唔係頭先所講嘅。人最大嘅捆綁係乜嘢？就係罪惡。因為罪惡，因為剛才講疾病，佢只係暫時捆綁我哋嘅啫。我哋有一日都會好返嘅。就算邪魔捆綁我哋，都係暫時嘅。因為咧，只要我哋有足夠嘅信仰，我哋就可以驅逐魔鬼。但罪惡嘅捆綁係永遠嘅。我哋如果犯咗罪，明知故意去犯罪嘅話咧，呢個捆綁係永遠嘅，永遠嘅捆綁嚟嘅。我哋冇能力掙脫呢個捆綁。為咗讓我哋重新成為天父嘅兒女，讓我哋重新得到自由，由罪惡嘅捆綁釋放出嚟。呢一個君王咧，佢放棄咗佢主就君王嘅榮耀，降生成人，成為一個木匠，一個人哋睇唔起嘅職業，一個人哋睇唔起住喺垃圾罅嘅人。佢就係為咗將我哋由罪惡裏面釋放出嚟。佢為咗達成呢個目標咧，佢交付咗佢嘅生命，佢接受羅馬人嘅侮辱、鞭打、拳打腳踢，仲要孭嗰個重過佢嘅十字架，行一條非常之困難嘅路，將呢個十字架孭上呢一個加亞略山。佢親身俾釘喺佢孭上嘅十字架裏邊，佢流乾咗佢每一滴血，佢死咗喺十字架上邊。但喺第三日，天主聖神讓佢復活，所以佢藉住佢嘅死亡，佢粉碎咗死亡，戰勝咗死亡，戰勝咗魔鬼嘅捆綁，戰勝咗罪惡嘅捆綁。佢復活嗰陣時，當佢死亡嗰陣時，如果我哋相信佢係宇宙嘅君王，佢就係救我哋嗰位救主基督，我哋就同佢成為一體，我哋同佢一齊死亡。當佢復活嗰陣時，佢帶同我哋一齊復活，讓我哋帶同我哋出死入生。所以凡係藉住信望愛投奔呢個君王嘅人，都能夠同呢個君王一齊死亡，亦都同呢個君王一齊復活。我哋脫離咗呢個罪惡嘅捆綁。
我哋睇到呢個君王，佢唔係用權力去戰勝邪惡，啱啱相反，佢用愛去戰勝邪惡。喺邪惡之前呢，佢成一個弱者，佢俾羅馬人逮捕，佢俾猶太人處死咗。喺表面上佢係一個弱者，佢甚至死咗，但係佢個愛戰勝咗死亡，戰勝咗罪惡，將我哋由罪惡同死亡嘅捆綁裏邊釋放出嚟，佢重新成為宇宙嘅君王。所以我哋睇到真正嘅君王唔係藉住權力成為君王，啱啱相反，係藉住放棄權力，藉住愛，甚至交付咗自己嘅生命。但係呢一種放棄就成為永久戰勝嘅力量，唯有愛先能夠戰勝死亡，唯有愛先能夠戰勝罪惡同埋所有嘅捆綁。所以真正嘅君王係以愛統治，主耶穌就係呢一位君王。佢之所以係君王，唔單止因為佢係天主子，而係佢以自己嘅生命為我哋交付咗佢嘅生命，所以佢能夠戰勝罪惡，所以佢能夠成為宇宙嘅君王。係佢以自己嘅痛苦，以自己嘅犧牲，以自己嘅愛成為宇宙嘅君王，再一次成為人類宇宙嘅君王。我哋要嘅就係一位咁嘅君王，我哋要跟隨要侍奉嘅就係一位以愛戰勝一切嘅君王，因為佢以愛為我哋帶嚟咗永久嘅自由，就係天國啦。佢以愛戰勝咗所有嘅邪惡，佢以愛戰勝咗所有嘅暴力，佢以愛戰勝咗所有嘅捆綁，佢以愛帶嚟咗永久嘅和平。用權力帶嚟嘅和平係短暫嘅，頭先我已經講過啦。無論中外，呢啲君王得到嘅和平係短暫嘅，但係以愛統治宇宙嘅君王呢，佢俾你個和平係永久嘅。佢所統治嘅天國裏邊有仁愛、寬恕、和平，係永久嘅和平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哋今日藉住教會嘅教導，我哋了解到呢一位宇宙君王、基督君王，佢以愛統治呢個宇宙。我哋任何一個人，只要我哋洗心革面咁悔改，我哋懷住信望愛去投奔呢位君王，就能夠成為佢嘅子民，就能夠成為呢個天國嘅子民。我哋就能夠享受到天國永遠嘅和平、仁愛、喜樂。個選擇就喺我哋手裏邊。如果我哋選擇世上君王嘅道路，用權力去宰制一切，我哋嘅結果就係好似啲君王一樣，好快就會帶嚟動亂，帶嚟咗仇恨、殺戮。但係如果我哋選擇呢一位以愛嚟統治嘅君王呢，我哋就同佢能夠成為宇宙、成為天國嘅子民，能夠永遠享受呢一個和平、仁愛、公義、喜樂，成為天父嘅兒女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哋要點樣選呢？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自由去選，我哋究竟要點樣選呢？呢個就係考驗天主所賜俾我哋嘅智慧啦。我哋感謝讚美天主咧，藉住一位宇宙君王咧，佢指示我哋正確嘅選擇係乜嘢，佢指示我哋乜嘢係人生正確嘅道路，佢指示我哋乜嘢係永恆嘅喜樂、平安同埋幸福。我哋感謝讚美天主。